文典，阮思想伫过去的日子中间，你怎样好款待阮，保守看顾阮，互阮得到十足的平安。虽望有时阮会拄着艰难困苦的事，但总是主你所赏赐的恩典，够也欢迎，互阮有信心超越过这人生中间的困苦。所以，阮用欢喜快乐的心，搁一遍来到圣殿，服侍敬拜你。求主这个时刻，找见圣神运行伫阮的心中，帮助阮，将阮的心安静落来，互阮用专一自信的心来服侍敬拜你。透过礼拜，甲你搁一遍亲密的交陪。一方面，阮领受你的话；另外一方面，阮也思考阮家己的使命。求主帮助阮，阮伫整个礼拜过程中间，有圣神引带保守。阮上时也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完完全全仰望伫主大能的圣手。求主亲自赐福看顾，互阮所献的诗歌、所讲的每一句话、所弹奏的每一个音乐，拢是为着要荣光你的圣名。恳求主，你坚固阮手所做的工，阮特别将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双年教会，仰望交代你。主你大能的圣手，求你保守看顾。凡有新的意向，看出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推动教会事工。借着这事工的推动，来互万民得到福气。教会所设立的机构，也求主保守。阮透过这个服务性的工作。互人明白主的听你就伫阮的中间，是阮的主啊！阮特别将阮心爱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怜悯看顾，互阮所有的百姓会当伫即块土地顶面安居乐业，追求真神。特别恳求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互阮伫无共款的普通园、无共款的区域服侍过程中间，拢有满满的修成。透过阮所做的见证，来荣光你的圣名，互万民知你就是真神上帝。阮恳求主你引带保守看顾，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伊圣殿仰望伊的阳光，找求伊的教示。这时，请咱做伙来吟圣诗171首，圣徒自集筑圣殿。圣诗171首，圣徒自集筑圣殿，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咱做伙额头来祈祷。创造阮，搁认捌阮的主，伊创造阮的性命，搁创造空中的飞鸟、海灵甲地上的画面。听阮的阿爸爸，你互阮伫即个世间享受一切的美好，嘛求你将你的心放伫阮的心中，互阮伫其中看到阮周围心神肉体两者的责任。透过这个责任，会当行出行动，嘛求你赦免阮的罪，帮助阮活出有灵敏、好公义的教会。感谢你召集阮做伙来敬拜你、学乐你，伫你的宝座前，阮拍拜来敬拜你、学乐你的名。阮的心尊你最大，阮的灵因为主，阮的上帝来欢喜。
我们安尼对你讲：主啊，愿做你尊你最大，阮的灵因为上帝，阮的救主来欢喜。求你来保守阮的心，互阮的心，互你来吸引、复兴阮的灵。我嘛要为阮的中间有心灵软者、身体病痛，为经济甲工作拄着困难，为徛大的环境艰难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你同在，赐落平安、力量甲安慰伫阮的中间。我们为这个战乱的世界来祈祷，包括伫全世界都安尼发生，造成因为暴力来死亡、受伤、无食物、无通住的人民，因为战争甲病痛受苦、受困绑的，求你的公义甲听行伫中间，求你亲自伫中间来掌权，安慰受伤的灵魂。并且伫这个纷扰不安的世界，赐落平安。我们为阮的国家台湾来祈祷，求你伫这块土地掌权，无互阮遭遇着恶担当的事，赏赐清气的心，互这块土地人民，愿每一个人会当行水，佮合你旨意的事，除去一切的歹甲不义，嘛求你赐智慧甲能力，甲你赏赐的平安，互执政者甲每一位有权力的官员，顾念会当顾念百姓的需要甲国家的利益，嘛恳求你保守双连教会，无论是牧师团、中级共党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同款的心志，会当坚固阮的灵魂体，会当来为你的福音来奔走。感谢俄罗主，阮安尼祈祷无够额，要用主祷文做伙出声来祈祷讲。这时，咱们做伙来启用，请掀开圣诗的后面，启用文第5篇，也是圣诗的19篇，伫后面的第6页。我来启，请各位兄姐来用。这一天讲起上帝的荣光，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无言无语。伊的准钱遍伫天下，上帝伫伊中间，为着日头暗地帐篷，也亲像勇猛的人欢喜行伊的路，踅到天的迄边。耶和华的律法照全，耶和华的干净确实，耶和华的教是正直，耶和华的命令清洁，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永远存在。比金比济济好金较通羡慕，各你的萝卜对遮的受警戒，是
是谁会知伊的失错啊？求你阻止你的奴仆无故意犯罪。我就完全。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这时，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要学乐的诗歌是《万米学乐》。
小老师献歌队所献的诗歌。即时，咱要做伙来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7节。约翰福音第9章第1节到第7节。耶稣行好出世就失明的人。耶稣在行路的时，看到一个出世就失明的人。伊的门徒甲伊问讲：“辣比，这个人出世就失明，是啥人犯罪？是伊本身，也是伊的父母？”耶稣应讲：“毋是因为这个人犯罪，嘛毋是伊的父母犯罪，是要通过伊来显明上帝的作为。但也是这时，咱着做找咱的迄位的工，暗时一个到，无人会当做工。我伫世间的时，是世间的光。”这话讲了，为配喙烂伫涂骹，用喙烂膏涂，然后用涂膏迄个人的目睭，甲伊讲：“你去西罗亚池洗。”西罗亚的意思是互找见，伊就去洗，转来时已经会看见。即时，咱要请上联教会的主任牧师蔡正德牧师来传讲信息。所要传讲的题目是教会弱势关怀者第2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顶回咱伫弱势关怀者的第1讲，牧师有甲大家分享过。咱来调整咱的眼光，咱应该爱注重上帝的事，爱注重正人的事，以及关心家己生命的事。牧师也期待透过今仔日所读的经文，继续甲大家来分享教会应该安怎做来关怀弱势者，咱的心态爱安怎调整。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阮有时毋知影要安怎去满足你的心意，但总是你的话语充满气力，会当引带带领阮头前的路站，会当更新改变阮的眼光。阮恳求主，伊透过今仔日你的话，搁一遍来帮助阮，互阮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行，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所读的这段记述，是一个伟大的新约。咱要对这个新约中间去思考，安怎伫一个无完全的世界中间，来加添一寡温暖，来活出怜悯甲疼。今仔所讲的这个新约，是福音书所记载唯一生落来的失明的事例，而且4本福音书中间只有提到这个人一出世就失明。当耶稣甲伊的门徒伫路林咧行的时阵，拄到这个一出世就失明的人。所以，当伊的门徒看见伊这个人的时阵，心中就产生一个久长以来犹太学者一直咧讨论的题目，就是一个人受苦，当然因认为是甲一个人犯罪有关系。就讲受苦甲犯罪是连做伙。但是一个人打出世就失明，就受这款的苦难。如果是犯罪的缘故，安尼到底是啥物人犯罪？所以因着借这个机会问耶稣讲这人生落来就失明，是伊犯罪，也是伊的父母犯罪？一个人生落来就失明，如果真正是照犹太人所讲的，是甲罪恶有关系，安尼到底是啥物人犯罪？
犹太神学家有2种无同款的看法。牧师甲大家分享。伫咱的即个周报笔记，咱2个来倒变。我先讲第2项，就是祖先犯罪。有一个人生落来就失明，的确是伊的父母甲伊祖先犯罪的结果，这是第一个推论。因为伫旧约有一种囝儿会去承接父母的罪的思想，比如讲，咱来看即个10条诫，其中10条诫安尼记，伊讲毋通跪拜，也是侍奉任何偶像，因为我是上主，恁的上帝。我绝对无用阮甲我对立的心灵，怨恨我的，我要处罚因，甚至到3、4代，的子孙。但是后壁佫有一句啦，那敬拜我、侍奉我的，我要祝福因到万代。其实这段经文其实是咧讲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怜悯是超越过伊的咒诅、伊的处罚。但是因为有这款的经文的记载，所以有一寡犹太学者认为讲，这人会犯罪是会遗传的，父母的罪，囝儿爱来承受。所以这人一出世就失明，的确是伊的祖先犯罪。咱若看其他的经文，譬如讲以赛亚，嘛有这款的想法，我要因为因甲因的祖先所犯的罪报应因，也是讲诗篇嘛有讲，愿伊祖先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伊母亲的罪过无被消灭。所以拢有这款的观念，列祖的罪会连累到后代的人。所以伫这款的影响下面，如果有人出世就失明，也是讲出世就拄着什么款的苦难，可能会去用看作是犯罪的结果，就是伊的祖先犯罪，所以遗传予伊。这种人就受人排斥。实际上，咱台湾人有一点类似的观念，就是看一个人遭受什么款的困难，还是患难，就认为讲这祖先无积德，还是讲什么祖先犯了什么款的错误。所以一般人有这款的概念。但是咱若详细看圣经咱圣经袂当安尼尔看一段尔咱来规本圣经安尼同本圣经安尼来看咱若看到后面的先知书这款的观念有改变。譬如讲，咱若看到耶利米，也是讲以西结，佫有一种无同款的讲法。耶利米31章29节到30节讲，迄个时阵人无搁再讲。老爸食酸的葡萄，囝儿的喙齿所酸歹。反倒等，什么人食酸的葡萄，什么人的喙齿就酸歹。各人爱因为家己的罪过死亡。以西结18章安尼讲，只有犯罪的人该死，囝儿无需要为着父母的罪受折磨，老爸也毋免为着囝儿的罪受折磨。意思是讲，家己所做的爱家己承担，家己所犯的罪，家己承担，这罪袂遗传啊！所以因为这款无同款的概念，产生另外一种看法，就是安尼既然毋是祖先犯罪，安尼就是伊家己犯罪。安尼大家产生疑问啊！一个人还未出世是咩犯罪？有一寡犹太神学家认为讲，人伫出世之前就会犯罪。因相信一个人伫伊的老母的腹肚内底，就有可能犯罪。比如讲，咱上出名的大笔所写的忏悔诗，诗篇51篇，伊安尼讲：我是伫罪孽内底生，伫我母亲怀胎的时就有罪。
所以伫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嘛相信灵魂伫人出世进前就存在。有一部分的灵魂是好的，有一部分是歹的。一个人出世就失明，真有可能伊出世进前就犯罪的结果。但是无论安怎，因拢要将一个人拄着困难、拄着苦难，甲犯罪连做伙。所以门徒借着即个出世就失明的人，即个机会，就来问耶稣即个问题，因期待会当得到耶稣做神学上的解说。但是咱来想一件代志，当门徒咧问即件代志的时阵，因是伫什么场合咧问？因是伫即个出世就青面的人、出世就失明的人的头前问即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件我尔啊残酷、我尔啊无情的代志。因竟然将一个人的苦难，伫伊面前提出来做神学的探讨，这是何等残忍、何等的无情！造成因即款无情残忍的原因，是因为因将因家己的需要放伫别人进前。因为因遐尼较无耶稣互因一个神学上的解答，即种较无的心去掠走因的人生。因照你讲，会当离开迄个现场了，较问耶稣嘛？何物可伫即个人的面头前，用武力性的言语，伫伊面前问即个问题？咱看耶稣安怎面对即款的情景。耶稣伫圣经中，咱看见着耶稣介绍无亲像要解说犯罪甲受苦的关系，因为耶稣真清楚一件代志：讨论一个人为什么会受苦，对这个受苦的人一点仔帮助嘛无。所以耶稣大回答讲，伊的失明甲伊家己，甲或者是伊父母的罪拢无关系，是要伫伊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耶稣真知，如果伫即个受苦的人面前一直咧研究、一直咧探讨伊受苦的原因，真正无法度解决受苦者的问题，反倒当互伊愈发痛苦。受苦的人真需要的是安慰甲解决痛苦的方法。同时，伊也明白，本徒真正的需要，毋是去了解神学上的苦难的理论。本徒真正的需要是做另外一个真重要的操练，就是爱因去怜悯这个受苦的人。所以伊讲，这人受苦，甲伊家己还是伊父母的罪无关系，是要伫伊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耶稣互咱明白，人的受苦会当显出上帝的作为。当一个人受苦、忧伤、痛苦、失望的时阵，拄啊是显明上帝恩典上介好的时间。但是爱有一个关键，就是伊四周围爱充满怜悯的人。所以，这个新约，互咱有以下3种对怜悯的提醒，我属一项甲大家分享。第一项，咱来知，咱应该爱伫苦难中间去看见家己的责任。耶稣讲，伊的失明，甲伊家己，也是甲伊父母的罪拢无关系。其实是咧暗示讲，伊现时的受苦，甲伊家己、甲伊的父母无关系，是甲咱有关系。甲咱有关系。当一个有怜悯的心的人，看见别人在受苦的时阵，伊感觉这个人的受苦，甲我有关系。伊感觉伊对这个人的受苦有责任。这就是疼
这就是怜悯。其实上帝互咱有每一个人拢有存在即款的心。比如讲，咱常常伫这媒体中间看见着，可能有人车祸，就马上有人去斗相共，有人处理交通指挥，甚至有人感觉讲迄日头伤过炎热，有人替伊压线，压雨线，来掠日头，还是讲掠落雨。互即个受伤的人袂搁较重的受伤，大家想要斗相共，有人拍电话去叫救护车，望讲即个人会当较紧得到帮助。这就是怜悯嘛，因为咱看到一个虽然甲咱无关系的人，但是因为伊受苦，所以马上甲咱连结，咱感觉咱对伊有责任，这就是怜悯。若无情的人、冷漠的人拄好得病，别人的囡仔死袂了，人的苦难甲咱一点仔关系嘛无。那安尼即款的心态，就袂当成全上帝恩典甲善良。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信仰就咱讲，别人的苦难中间，咱来看见咱家己的责任。咱有即款的观念。我记我过去伫南部咧服侍的时阵，迄个时阵有时教会开会会订便当，有时订了较济，也是讲开好会的时阵，咱知影开好会的时阵，拢爱加量挂但是往往拢会剩真济才食米，剩才食米，佫袂当，迄物件会歹嘛囥久就歹袂当保存，所以一定要马上来消耗掉，无单调起来是做无菜，所以若有拄着即款的情形我拢会甲伫台南有一个咧关心即个街友的一个机构，叫做恩友中心世界拢有恩友中心，台北嘛有我拢会甲因联络，甲即个有一个牧师伫遐咧负责，因的礼拜是伫下晡，礼拜了会供应一寡餐点，嘛会去分送遮的餐点，所以若有剩遮的食物，我就会来送去即个恩友中心，互因分互遮的街友去食有一遍，我记应该是开好会了，剩出一个便当，毋知影要处理，我就甲即个牧师联络，用车来载过，我就拜托我的后生，迄阵伊还咧读国中，我讲你帮爸爸斗搬迄物件做者帮爸爸斗搬，然后我就开车去，阮就迄物件摕落来，迄个牧师就人讲，即马差不多要分便当的时阵啦无恁两个人甲我做伙去分啦台南市迄个街友介济个所在，就是伫即个火车头边迄台南公园的对面，遐有一个迄个地下道因为街友地下道对因来讲是一种会当保护因的所在因为迄个所在落雨袂去压着雨，若寒天迄个所在嘛较温暖但是因久长拢住伫遐所以遐有较乱较垃圾台南市政府采取的方式是较温柔的无去人赶走所以会落迄个地下道的人真少啦就是讲普通人袂落去迄个所在我嘛是过去嘛无真济机会落去迄边我就甲因做伙落去遐分带阮后生落去就看到真济遐个街友因就拢伫遐用一块布还是做皮仔箱布伫迄涂骹一人拢占一个所在迄就是因家己的厝分便当的时间到，因拢会伫遐听候，阮就一个分便当，带因请安分了分一轮了，就起来我要转来的时阵，我就开车，我
我做烦恼，阮后生吼，因为第一遍在迄个所在吼，毋知敢会惊到袂吼，所以我就问讲啊，你今仔你有啥物款的感觉啦？吼，我小公一定讲哦，爸爸迄个所在有够恐怖，我以后毋敢去吼。结果伊老回答讲，爸爸，我感觉即群人真需要有人帮衬啊。哦啊，我听到这话吼，我心肝是足安慰。我感觉讲，啊，咱伫教会中间常常咧讲听，咧讲爱关心这个需要的人。哦，啊，你若无真正去做，你袂去体会到这个人真正的需要。啊，伊做了，伊就我讲，这个人真正需要人帮衬。所以，现在兄弟姊妹，这个人原本就是甲咱无关系。但是当因拄着困难的时阵，你自然而然，上帝互咱的良心会将咱甲因牵做伙。咱对伊的苦难有感觉，咱感觉这是咱的责任，这是成就迄个人民的第一件事。好，啊，所以咱来理解这点。啊，第二项，咱继续爱做的就是。除了咱有这款的意念以外，咱感觉是咱的责任以外，咱得爱有实际的行动去消除因的苦难。上帝要借着咱为这受苦的人带着淡薄愿望，对伫遐苦难中间的人，咱会当因显明上帝荣耀。方式就是伫关怀的中间，爱有实际的行动。圣经记载，后来耶稣伫这个人身上加一个新粒，互这个人目睭会当看见。耶稣用上帝予伊的能力来显明上帝的荣耀，这互咱真大的启示。咱若愿意去帮助受苦、受难、悲伤、痛苦、忧闷中间的人，上帝就借着咱，加做一个器具，将对上帝来遐的疼。甲帮衬带互遐人，咱若学习耶稣用实际的行动去帮衬苦难中间的同胞，都是显明上帝的荣耀。咱看见着耶稣伫路加福音书讲一个大家拢听过的譬如，就是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伫这个故事中间，讲到信仰中间一个真重要的概念。就是信仰，毋是种知识顶面的了解，是爱将伊实行出来。咱知影故事中间有三个真重要的人，是祭司、利未人甲撒玛利亚人。祭司甲利未人，因是宗教领袖，因对圣经中间的诫命、律法拢真清楚，因非常知影爱听人亲像家己同款，即款圣经的教训。但是，伫实践顶面，因就真欠缺，因无去帮助迄个受苦的人。但是撒玛利亚人有实际行动去帮助伊。所以，当耶稣讲完这个譬如了，伊就倒去问伊这个问题的经学教师，讲照你的看法，这三个人中间，倒一个是遭遇到强盗迄个人的厝边？教律法的迄个人，就安尼回答讲：用仁慈款待迄个人。耶稣马上对伊讲一句话，这句话非常重要。伊讲：安尼，你去照样去行。意思就是讲，你有若知影爱听厝边亲像家己，但是你却无行出来。真真正正的听，是需要付出行动，才算作是完整。了解听是一回事。将伊实践出来是另外一回事，一个无行动的听，毋是真的听。检查有人会认为讲，不是哦，阮也无亲像耶稣遐尼大的能力，会当互市民得到看见。检查咱无即款的能力，但是上帝互咱有温数甲能力，咱会当真做失明的人会引带。真做因的同伴，为因带路。咱检查无法度互摆开复原，但是咱会当真做因的扶持，因为咱彼此的帮衬，互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减轻淡薄苦难。咱教会有成立迄个心手相连的小组，咱每一个礼拜拢会当看见着因伫1楼甲10楼，遮帮赞夫妻，遮的盲朋友，互因会当来到教会敬拜上帝。这是一个真简单的动作，但是总是我相信盲朋友心底有真侪的感谢。所以因可能较无方便淡薄啊，但是因为有人帮赞，因会当来到圣殿敬拜上帝。这就是咱会当做的，会当学习的。其实咱生命中间有真侪真好的典范。牧师甲大家分享一个人的故事。咱若去花莲的门诺医院，咱会看到有一个鱼池仔。这个鱼池仔叫做海莲池，这是为了纪念一个魏海莲宣教师。伊是伫1905年出世伫当时也属俄罗斯的乌克兰，为了闪避当时的共产政权，所以规家前往加拿大。因拢是真敬虔的信徒。伊伫加拿大受即个护理学校训练毕业了后，伊就决志要做宣教师。伫民国46年，伊来台湾，伊甲门诺医院的前院长博罗兰宣教师共同投入花莲原住民的医疗甲社区保健工作。伊捌做过门诺医院的护理主任。伫台湾工作30几冬的中间，伫门诺医院做30几冬，伊从来毋捌领病院1块银，伊拢是靠当时伊的母会的资源就是讲伫加拿大的门诺会的资源来互伊暂保生活费用。但是虽然这费用无真济，但是伊却将大部分拢省落来。其实伊是将伊所有的时间甲有限的生活费用，拢奉献予上帝甲病人。伊伫台湾服侍30几冬，70岁的时阵退休，要回去加拿大。伊就甲伊的同事讲：我有留一寡物件我带袂回去加拿大啦，这物件拢还可以当用，就请恁会当摕去用，伊的同事起来巡，发觉伊有一台冰箱，有一个门床，还有一条椅仔，有一台电风，但迄个电风虽然会转，但是无风啊，还有一支螺仔，但迄个螺仔已经转过来伊迄个。迄喙齿安尼，所以拢已经真旧啊，但是伊来当作宝贝。讲遮拢还可以当用，恁留咧用，伊的配单是人喺美元的面粉地所车出来、所制成的，所以咱看伊偌欠嘛，但是伊对帮助人，伊从来拢袂提示。伊咧服侍人，就是拢无咧考虑家己。有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甲伊做伙去巡即个原住民社区去拜访一个护理师，甲伊做伙去。因讲伊有一遍去到一间厝这个厝破破烂烂，而且到门口的时阵，就闻到内底有酒味甲迄个屎尿味，门拍开一个看一个人。一个大人安尼，像啉酒醉倒伫门床顶面，然后2个囡仔脱白册伫涂骹，已经放尿放屎放规厝间内底真垃圾。这飞去的这护理师想讲，这到底咩行入去？我想讲，伊当咧想这件代志的时阵这个魏海莲宣教师已经走入去内底，将迄个囡仔抱起来。迄个囡仔是垃圾，甲讲鼻屎流。
这目屎哥啊一堆，吼，啊个规个放屎放尿，吼，规身躯啊做垃圾，但是伊来抱起来，来揽咧，吼，因为迄囡仔咧哭，来揽咧，来安慰，啊个来斟，吼，爱讲伊要转来的时阵，这陪同伊去的护理师讲，心肝小一个问题讲，兼讲这外国人比我较疼咱台湾人。啊，所以伊做诶代志就互感动。哦，伊甚至当时阵伊去探访诶时阵，发觉讲，啊，有一寡原住民诶社区，啊，受到真济无好诶影响，比如讲有人爱食薰、爱啉酒、爱食槟榔，哦，伊感觉讲哇，这对因诶健康真大诶损害。哦，有一寡物件适当就好，但是若超过就真无好。啊，所以伊就利用假日，啊，甲当地牧师、甲村里干事，啊，甲公共卫生的人员，共同来推动这个戒酒的运动。哦，1981年伊成立台湾第一个戒酒，吼，伊讲组织，哦，戒酒无名会，啊，而且伫一个村社内底推动，结果迄个村长吼受感动，啊，鼓励全村的人。拢戒酒，吼，甚至将因无啉酒省落来的钱去一间教会，哦，迄伫咱台湾的马远村，哦，啊，所以伊就是用即款的态度去服侍，伊知影别人的需要，知影这是伊的责任，伊阁有实际的行动去帮助需要的人。最后一项，咱看去着，耶稣最后安尼讲，伊讲趁着历史。咱必须要做找我来迄位的工作，暗时一到，就无人会当工作。咱的规律就是，你是爱做工，暗时就爱休困。耶稣讲这是一个譬如，讲伊的时间无真济啊，11个黑暗就要来临嘛，伊就无法度做这个代志。其实咱每一个人的情形拢相共，上帝予咱的时间拢是有限的。所以，咱来明白一件代志，咱应当做的代志，都要伫有限的时间内底完成。咱不应该将应当做的代志，咱想讲啊，以后我阁有时间通做，啊是讲啊，等我退休了较做，啊，等我有闲的时阵较做。有时阵，当咱想要做的时阵，迄个机会已经无去啊。所以保罗嘛安尼讲，有机会就爱正人行好，信徒一家人更加应该安尼。咱人生上界遗憾的代志，就是有一寡应该做的代志，咱无做，到发现要做的时阵，已经无时间通做。吼，咱可能要服侍的人已经无去啊，可能咱要来对讲感谢的人已经无去啊，也是讲。咱家己已经无能力通做这代志，做亲爱兄弟姊妹，请咱爱警醒，应该爱做的代志，咱就来完成。咱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充分利用上帝予咱有限但是宝贵的时间，完成上帝爱咱做的代志。而且牧师阁要大家提醒。咱生命树的时间，每一个写这个卡伫这个树顶的人，拢爱继续替这个你所提名要服侍的人来祈祷。每一个写伫这顶面也未明白耶稣基督的人的名，拢是上帝要抢救的灵魂。咱应该趁咱会当做的时阵，咱就尽力来做。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求你赏赐阮智慧、丰盛的信心甲听心，互阮会当完成你交代阮做的一切事。特别伫弱小、需要帮助的人身上，看见阮的责任，用实际行动帮助因脱离苦难。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感谢蔡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嘛求上帝帮助咱，听了后会当活出实在的行动。咱即时要来吟圣诗317首，你若欠缺真失望。圣诗317首，你若欠缺真失望，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
这时咱要做伙来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所献的毋单金钱，包括阮的时间、阮的财政，甲所有所献的一切，拢会当得到你的欢喜。我感谢你所替阮备办的一切，嘛完完手所做的工，会当互你的福音来扩展。愿感谢你，愿安尼祈祷，拢从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请容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第4页。2025年新任的团契诗班的同工，大细家长训练会，佮有事工的协调会，伫11月初2，就是即礼拜六上午的9点半到12点半，伫九楼的联谊厅。所以请2025年都所有的团契诗班的新任的同工甲大细家长会当保留时间来参加，并且会当伫各团契诗班代表来郭义勋干事来登记参加的人数，当方便来备办中昼顿。另外，阁有一项要报告，就是相连的故事屋吼，伫迄个报名11月的故事屋，时间是伫每礼拜拜3、拜4、拜5、礼拜日早下的10点，地点伫109的1楼加本馆的9楼。若是要参加，会当上网去报名吼，也是会当迄个联络咱的干事，迄个王心怡干事吼。佮另外一件要报告咱的具体关怀吼，咱毋敢的消息，就是咱的会友莲林红甘姊妹，伫10月25拜5来安孝主怀，定伫11月11礼拜1下晡11点半，伫教会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请参与，愿上帝安慰遗族。这时，咱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做牧养的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接来介绍几位新朋友吼，第一对是一对新人啦吼，是凯中甲玉林夫妇吼，因伫要坐伫倒位？凯中甲玉林夫妇。请起立啦吼，大家因祝福吼。因特别要来感谢大家伫10月19吼来参加因的婚礼，来祝福吼。因特别要大家感谢吼。好，请坐。第2位是周文斌、柯正美甲因全家吼，全家因对美国回来吼，请起立。互阮大家欢迎，因是朱燕燕老师的朋友哈，欢迎，请坐。佮另外有咱今仔日有22位即个台湾新人伊的新生，吼，来甲咱做伙礼拜，吼，来参观咱的教会，咱请恁起立来欢迎。请坐。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中间要介绍到的，无吼。安尼，咱即时咱同心来祈祷。
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圣殿中间听你的话。恳求主你帮助阮有信心，甲听心，将你的话实践出来，荣光你的圣名。阮特别将阮的肢体中间有拄着困境的兄弟姊妹，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赏赐快乐。有忧伤的，求主亲自安慰；有病痛的，求主亲自医治；有失落亲人的，求主，互阮看见你所赏赐阮永远活的愿望。将在座所有兄弟姊妹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互阮有快乐，将你交代阮的责任完成。透过安尼的见证，来荣光你的圣名，也祝福其他的人。阮也特别为着阮生命树的事工献上阮的祈祷，求主纪念每一个写这条卡片的人，也纪念卡片中间被提名需要认捌，搁进一步认捌耶稣的兄弟姊妹的名。阮拢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带领、保守、看顾，亲自感动因，会当透过阮本身以及阮所举办的各项活动，因带因来认捌耶稣基督，互耶稣基督成做因性命的救主。阮也特别为着阮中间台湾新人院的新生祈祷，求主亲自赐福看顾。互因伫学校的学习一切拢顺利，将来成做你重用的萝卜。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咱要做回来的吟圣神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人爱。神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人爱。咱要来吟唱2摆。请起立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恩，将受切恳。